2025東京必食最強5選，最後一間真係開拓咗個新世界。記得睇到最後 save 低埋佢。日本橋神 CP 海鮮檔，成座山咁高得2500 yen，食到一半記得加湯。超濃鯛魚湯，正 des 啊！初台神 CP 和牛檔，超癲靚景，和牛壽喜燒2500 yen，睇到都流晒口水啊！黑毛和牛檔1900 yen，正 des 啊！東京車站米芝蓮神級豬扒，招牌豬扒1500 yen，軟熟多汁啊！只要加多200 yen 就有埋沙律同湯，呢個先係真正嘅味蕾炸彈啊！中目黑網紅一條麵啊！呢間嘢真係全部勁邪惡啊！仲有呢個大甸黑松露粉，成塊咬味道升華，日本小姐姐都兩眼發光。高田馬場米芝蓮炸豬扒，呢間真係令我對炸豬改觀。特選炸豬配黑松露鹽，食完翻唔到轉頭啊！咁就喺度預先祝大家新年快樂，我哋2026繼續努力啊！仲有記得 follow啊！